你现在种的地方是哪里？这里啊，然后这旁边这边都要种，就是挖这样挖开来一点点，就这么深哈，挖这么深，然后种下去。小朋友爬爬去，耐热起来，老小马引种落去。小鸟最喜欢吃这个了哈，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盖住的话会怎样？被吃掉。吃掉，那我们孵完的种就没有办法发芽。也打俾台中睇下，当年生野米係種鋪小麥為人嘅季節，到係翻轉年3年，小麥熟嘅時節，就可能到天球地度金黃色嘅麥嘅甜甜風度嘅味。在明年的3月啊，会整片的就有黄金的麦田。这黄金的麦田是因为我们今年会发动我们在地的学子一起来播种。从这个种植开始教育在地，从泥土种子开始，让他们了解说，一个小麦我们要吃到这个面粉啊，它的之前的前置作业有如何的一个耕种的方法。睇下天氣對日本書嘅就開始種小麥，上早係種類少咧，比唔過國際小麥嘅家私種嘅面積漸來漸少。對1997年起時，轉型做客作耕種，用保證家私數據嘅方式。供一本根本就創腳照。大雅的小麥啊，從以前到現在種植啊，從來沒有間斷過。哦，很多地方以前西部沿岸都還是曾經種有小麥的，但這些技術面啊，在大雅一直保有着。就像灌溉個溝渠，在冬季它還是一樣暢通。那在外地要種植這個小麥的技術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做一個研習以後，或者是評估以後，再可以開始的去做種植。要競爭主要有素養，乜個蔬菜黑色種乜個東西。小麥係溫帶作物，同微熱嘅時期，我較涼較濕嘅氣候，生長嘅時期做唔到有太多雨水。少個時節又有較好嘅天時，台灣係亞熱帶，一種溫帶作物，基本上就較難嘅。生態問題係雨季太長嘅，不過小麥本身並唔耐熱。小麥啊，這些麥類啊，都是溫帶的作物。那台灣呢，在基本上我們是亞熱帶，啊，所以你要在一個亞熱帶去種溫帶的作物，基本上就有相當的難度。最大的一個難度就是我們的雨季。還有這個小麥本身的耐熱性，啊，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小麥在我們現在的栽培制度裡面，我們是沒有辦法放到主要的作物的生長期。不過農委會從今年6月底出了一張公文，講7月初5過後停停設地主太天農計劃地度太天農的土作申請，葡萄改種進口替代差量作物，比如像小麥、飼料包削、青葛包削、牧草，甚至係短期經濟林業等。然而，到今年5月底為止，全台灣總共有1146個太天農，經營的規模9470公頃，其中試田的太天農就有743人，面積有7681公頃，佔了81%，有漸漸的七成係高公了。小玉大電農的時候，活化的農地呢，大概有9000多公頃。那我們的地主大概18000多人，這裡面9000多公頃裡面有8成拿來種水稻，那裡面有7成來繳公糧。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說我們原來要調節種植水稻種那個產量的部分，又把它恢復種植了。那這變成做一個政策上前後的矛盾。6月底之前送件的就繼續下做啊，超過6月底的話就不要再送件了。他說政策有變動，啊，那時候剛剛想到是說。第一的印象是說，我後續的，因為我是做階段性逐年增加、逐步增加的階段性在做計劃嘛。那等於說，你現在有中途有變數，是不是我後半段就等於是腰斬了？農委會講法並沒講禁止試田，請係調整葡萄的條件，韓國係針對新大合約。不過影響到嘅，就算基建打契約嘅太天農。這樣是咩試田幾百萬元，甚至幾千萬元去買農機器，驚到時候成本會數唔賺啦。像這個計劃的前身是活化休耕地，是98年就開始了，那時候基本門檻是2甲，然後第2年的話就直接又併到小地主大電農這個計劃裡面，結果基本門檻一下子變成5甲。今天像假如說
是要真正要从外地回来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农业生产的成本很高，而且都是现金支出，没有办法做。像我现在做10几甲，一期下来的光本钱就可能要100多万，接近200万。像我哋嘅小地主台田农哈，佢政策是根本冇问题，哈，冇问题。然后他技术讲了冇问题，哈，我们从事农业没有到干区啊，买到机器人倒车，就要像因用是今年用久嘅，今年放我唔知啦，所以後生人唔敢上去做咯。五省市刘占伟各样是支持农业会推行的4天主太天农政策，票嘅减减60家小建体来4天。今日被台湾青态天农讲到政策好点点的做变呢，佢認為4天一定站喺台灣，唔4天要中默嘅喏。我哋小弟台田農嘅成員啦，哈，去他個探過，目光之下，我天天我哋是生存唔得嘅啊，哈，佢講啊有利講佢係發到，這次發台灣啊發上我談講住，我台灣小弟做台田農差唔多8000人貢獻冇幾多。好，當時政策咪鼓勵我哋，他們鼓勵我哋盡量做。原來的就業加續約總共6年期間呢，那我們這個在續約期間，我們還是給他4萬塊錢的一個獎勵，但是我們希望他不要繳公糧，因為既然大佃農他的栽培技術很好以後，我們希望他種的是特色米，特色米的話可以賣到比較好的價格，那不要賣到這個公糧來。遇到豐收的季節，一台又一台農車載難返工的國，經過土國水分檢驗站，準備要繳去公糧的倉庫。这里就是我们今年度这个101年的一起做的稻谷了。公糧主要用途包含安全存糧，還有供應軍糧、學校營養午餐。米製品加工原料，還有督導市場貨唔拉兩家變通動態時節提供出來。一般來講，農民叫10穀配到13土，將會燉做公糧。因為公糧庫存太多誒，都也係要98年嚟做誒，未做3年前公糧還冇用睇。農會認為4天太天農係政府補助票體，與享受國家需求，也係雙重補助，葡萄轉作將係合理嘅方向。我們在各區農業改良場已經組成咗各項作物的栽培技術服務團，服務小組裡面，只要你有什麼問題，那我們都可以跟我們來聯繫，那我們這個服務團會協助大家這個栽培技術上的問題，來指導大家，讓大家能夠順利的生產。適當的地方種適當的作物。那像在台灣的中部，我們在民國50幾年的時候，都還種很多小麥，那也種過很多高粱，所以是基本上它的氣候是適當的。所以在我們中部這些休耕地活化的時候，我們規劃說，你能不能來種小麥，能不能來種高粱？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作物可以來栽培。劉占偉農機器，樣是買來係為到4天呢，迄個冇4天呢，要改種插糧，有啲農機車天操用唔到誒。別部氣候冇用，仲用米包熟哈，咩包熟玉米網條啊，產量唔會高，以前用的哈浪費資源，冇法度喺基本本南普是用的，係用的。農民親手係，就算做得種插糧蔬菜，農民支持政府嘅政策，還係有可能做到本錢落番薯湯。台南學甲係插糧示範專區，幾年前政府鼓勵農民種太太位來做生質柴油燃料。太天農王文村估算買嘅370萬元嘅進口採收機，按算5年地度賺到賺來，冇想到漲41年，政策轉變呢，本錢就像打水派為用嘅。像以前咱政府無咧推動咧能源生質柴油，對不對？我們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我來做。但是這做無偌久了來
政府来有政策伊个改变嘛，伊改变所以阮投资这为着讲，伊政府来伊个鼓励阮来阮来要咧做迄个茶叶，阮来投资起来，所以政策改变了煞到1吨、2吨，再买一台采收机煞无法度，煞无豆仔通采煞拢迄落起来就对啊。按种插量有一个行家设计问题是，农民要同万人买插量严哦，政策变到按价供应的产物。如果政府要鼓励民众做或农民种杂粮的话，问题点会出生蛮多，衍生出蛮多的。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农作物的种子要从哪里获得，要去找谁，而且符合在地的一些天候条件跟种植的环境，这都是属于种子来源的一个原因。那后续这些种子种苗从哪里来？所以原来我们有一些供应体系，那因为长时间的关系有一些作物本来有栽培，现在没有栽培的。那现在农委会其实已经规划各试验改良场所，就他们本身专长的作物、主要的作物，在规划一些种苗、种子的供应体系。那这个也是希望以后配合农民的活化休耕田的需求，能够提供足够的种子跟种苗。买到插量严，还冇办法完全解决生产的问题。小农经济做冇本钱，大面积港中长有前后穿。不过，迄个无sản社会批托，喺农民上菜之中所讲有经济产出的插量，减怕产生下卡多问题。辅导转作是以一种杂粮跟绿肥作物为主的时候但是有考虑到是像这种大宗谷物还是杂粮它是一个利润率非常低的作物。那以至于就是说，那你辅导种这种杂粮跟大宗作物的时候，它的低利润率会造成收益的降低。那又变回归到就是说，它又需要更大面积的那种集中耕作的时候，才能够取得一定的收益比例嘛。现在情况下又回到一个那种老问题。大面积如果很多人种植了这同样的杂粮，比如说小麦种植了以后，那小麦它要卖给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衍生出这个农作物会不会荒废，或者是衍生出很多杂粮，然后变成收购价一直往下降，这些后续的通路或者是谁来收购的问题啊。尤其是老农，他们都种水稻啊，或是花生，可是呢，要让他们去种一些像小麦、高粱这些农作物的话，他们一定有一段时间都没有种了所以说。这些耕作，他们是不是能够马上恢复，或者是说他们能够习惯，这都很多原因还有就是说，我们去契作的对象有没有找好了？所以说我在讲说，这个整个耕作制度如果马上要实施，真的会让农民可能会比较恐慌。推出任何一个政策，就会促成一个新的社会反应。农民支持实体主太天农，係相信农业政策係長期挺貼、有前途、有發展的，將會投資相關的設備。減菜政策講起少做起少，就會促成農民無脫本地農耕的有利條件。係講農業永久繼續發展，減怕做唔得搶用，所講的貫通檢討調整政策，堅持更改的方式來面對日漸嚴峻的糧食問題。